专辑的时候，其实他也在里面有国语歌的创作啊。对，里面有一首国语歌哦，我觉得这个歌很感动，而且他写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。你想要创下最长的国语歌的那个，现在是几个字？我不知道，现在写，但是它是专辑里面歌名最长的，没错啊，至少有3-4公分吧，3公分、4公分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。对，当时写这个歌，都兰的土地是你的家乡，对，没错。为什么不能在你的家乡轻易的说爱呢？我不知道大部分的人是不是真的有听过都兰，或者是现在比较大家熟悉应该是都兰国小啊，书包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就是来自都兰嘛？我是都兰国小杰出校友你就是都兰国小。对啊，在那边长大读6年嘞。原来你就是都兰国小，各位听众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都兰国小的毕业生苏密，哇，好辛苦哦！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认识都兰国小毕业的人。对啊，读6年毕业不简单。对，那你小时候的书包还在吗？哇，我现在找不到了，其实很急，好想要赶快问我妈妈说，妈，我小时候的书包放哪里了？对，你那个原始版的书包应该原味的，很有那个纪念价值这样子。对，都兰的土地，要不然你介绍一下，你觉得都兰大概是指从哪里到哪里？都兰就是在台东市的北方，差不多30公里的地方。然后它在一个大海湾的顶，然后是一个靠山面海的阿美族的大部落。不过这10年间就开始有很多文化艺术创作者来，其实也跟部落的老人家的性格有关，就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的排外。老人家其实蛮好客的。所以其实很多艺文工作者啊，他们都很愿意来到都兰，然后在当地也有很多一些文化的交融，像阿美族文化在我们都兰还算是保留的还蛮多的，那些都是变成艺文工作者的创作的一些素材。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有 live house 吗？有2间咖啡屋，其实它都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表演活动，大部分唱歌比较多。对，因为我知道苏密你明天又要回都兰嘛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对，过12点之后，你要嘛搭夜车嘛？早上的啦。你要回都兰，所以接下来几天都会待在那个地方，就对了。就开始会帮忙部落做一些活动，像暑假啊，就是最大的大概就丰年祭。那丰年祭之前，我每年都会固定捐钱，然后办一些文化活动，让部落的国高中生，就是在外面读书的年轻人，希望他们回来一起学习。好棒哦！而且苏密做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做好久了，这样。就这5-6年间，对，从还没有出专辑之前，就已经开始在 Live House 里面骗钱啊。那你又把钱拿来回馈家乡啊？就是用演唱会的收入啊，对，像就是以前都是小小的，在 Live House 里面可能20-30个，最多就女巫店吧100个。可是赚到钱，我觉得有多少我就可以做，至少有这些资源，我可以做一些事情。所以我如果到都兰，我只要随便跟一个人讲说我要找Smith，他们就会带我去吗？去我家吗？对不要，我家很小啦。没有去你家，他要找你啊！你以前不是说我可以去找你吗？可以去找我啊！对啊，对，来啊来！你不是常常都热情说你什么时候来都兰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据你问啊，每个人都知道我家在哪里啊，第几个十字路口啊？那太好了。第2棵椰子树旁边。过了一条小水沟就到了。对对对，好，今天呢，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公布接下来几天他人都会在那个都兰。然后苏密呢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歌手。怎么讲？因为明明就要发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放着发片就给他发片啦。对，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要回部落，这是我跟部落的约定，对不对？我跟我家乡的约定。我觉得你要持续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会带动你有更多的灵感来写出更好的歌的一个行动，这样子。对。其实我也蛮爱回家的啦。只要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工作，基本上我就是很想要往台东跑。其实回到家是另外一种状态啊。就是可以跟部落里面的弟弟妹妹啊，或者长辈们相处。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还是在外面，年轻一点的是求学，毕业的就是开始在找工作，大家都很辛苦了。现在他们可以在那个土地上，
用很小心的方式谈恋爱，不能轻易的说我爱你啊！你唱了这首歌以后，住在都兰的人常常会拿这首歌来说，你不要轻易的说我爱你。其实要的是大家好好爱我们自己的土地。对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地球越来越小，其实大家在跟土地要的很多。那我觉得人都是属于土地上的一部分，我们应该也要回馈给土地一些什么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接下来。我们来听听孙命的这首歌，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是你爱我。海风吹过，树影婆娑，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，纷扰太多呼啸而过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这边加100，时间再加长，试试看有没有效。不用再实验了，现在就。